我係鐘卓希，係無線電視新聞及資訊部嘅記者，主力採訪本地同埋兩岸嘅新聞。有時候咧，亦都會去外國嗰度採訪，包括呢一啲大型嘅國際新聞，例如係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或者係國家領導人外訪咁樣。入咗行幾年啦，難忘嘅採訪經歷都有好多嘅。比較近期咧就係有呢個採訪神舟23號升空，咁咧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嗰度親眼見證港產航天員黎嘉瑩出征。行過萬里路，更加希望咧讀萬卷書，好好咁裝備自己。我自己咧就希望自己喺浸大嗰度咧讀一啲關於國際關係嘅科目，咁啊更加了解多啲喺地緣政治之下，中國同世界點樣去互動同交流，咁樣幫助我日後喺撰寫報導嘅時候咧，可以有更加深入嘅分析。另外都想報讀一啲關於人工智能嘅課程啦。而家呢個世界人人都講緊 AI， 究竟 AI 可以點樣推動我哋進步？尤其是喺電視行業、新聞報導裏邊，點樣可以運用 AI 去做一啲大數據嘅分析，都係我想探討嘅方向。咁好希望咧喺浸大呢度啦，可以同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咧喺海外嘅一啲採訪經歷，可以發現咧原來呢個世界咧其實都係好大嘅。最緊要咧就係要保持住呢個好奇心去探索呢個世界。好多人就會擔心就話 AI 當道，記者係咪會失業呢？我反而覺得咧 AI 咧可以幫助記者更加好咁了解前因經過同結果。喺日常工作嗰度咧，間中我都會用到 AI 用嚟做資料搜集。我哋電視台最近咧亦都喺新聞報導嗰度善用咗人工智能。例如最近咧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咁喺佢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嘅時候咧，我哋就善用咗呢個人工智能，採用呢個即時嘅中文翻譯。咁而呢個翻譯咧都相當之準確。例如咧佢曾經講過就係話引用中國嘅諺語：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透過呢個 AI 即時中文翻譯咧，可以加快到我哋嘅工作流程，唔需要再等通訊社嘅一個通稿，我哋咧就可以即時了解到究竟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嘅內容。AI 咧始終都係一個工具，點樣去善用呢個工具，先至係我哋記者真正要做嘅嘢。資訊泛濫嘅年代之下，當大眾接收到太多嘅新聞嘅時候，有時反而會希望有一個專業嘅人幫佢哋整理同分析，俾佢哋作出一個明智嘅選擇。專業嘅記者受過訓練，我哋可以提供一個深入、準確、客觀嘅報導，呢個係我哋嘅責任。